你帮我把扇子挂了。这么热，要勒死我！这么热，怎么了？你太烦了，我累死你。那我就不死，我烦死你！写着胡言乱语，还勇敢执笔的我。如果好玩吗？里面？同学，我劝你还是别进去，里面没什么好体验的，太晦气。就是，这里面都没人敢来体验，还是走吧。太刺激了吧！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有这种体验，太好玩了！我要再玩一次，我从此再玩一次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这真的是火车带吗？是。看起来跟睡的差不多吧？贵吗？不贵。贵呢，我是一个毛毛虫。你不累吗？我有点累。可是这样真的好像死掉了。生命这个议题太过深刻，怎么突然想了？我们却一直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。可能是因为之前都没有人玩当你，闭上眼睛体验死亡现在才打开吧。你想到了什么？你有什么遗言呢？体验张看照死，亡是为了让你睁开双眼，淡然面对生活中。如果你有遗言的话，你想说什么？郑文征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